咧，我哋行動到而家咧，我哋一共咧係拘捕咗53名人士嘅，45名男，就係有8名嘅女士嘅，年齡咧係介乎係23至64歲嘅。咁我哋拉佢嗰個嘅罪行咧，就係顛覆國家政權罪嘅。各位午安啊！我今日咧喺度咧就會同大家咧交代一個我哋警方由今朝早清晨開始嘅行動嘅。咁咧由今朝早清晨開始咧，我哋大約係有1000名嘅警務人員啦，就係嚟自我哋嘅國家安全處啦、刑事總部啦，同埋呢個嘅總區嘅重案組，同埋呢個嘅機動部隊咧，就喺香港各處嘅地方咧係執行咗一啲嘅執法嘅行動嘅。咁我哋咧呢個行動咧係針對一個組織咧係策劃，同埋咧係參與咗一個所謂35+同埋呢個攬炒嘅癱瘓香港嘅計劃嚟嘅。咁咧我哋行動到而家咧，我哋一共咧係拘捕咗53名人士嘅，45名男，就係有8名嘅女士嘅，年齡咧係介乎係23至64歲嘅。咁我哋拉佢嗰個嘅罪行咧，就係顛覆國家政權罪嘅。咁其中咧有6位人士咧係喺嗰個角色咧係組織同埋策劃，另外47位咧係參與嘅。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咧係持法庭嘅手令咧，就喺香港搜咗係72處嘅地方嘅。我哋亦都咧係向4間嘅公司咧，就係送達咗一個叫做物料嘅提交令嘅，係由呢個嘅一個高等法院嘅法官係簽署嘅，要嚟咧係向我哋攞去有關嘅公司咧係索取一啲與案有關嘅資料嘅。咁咧就亦都與此同時咧，我哋亦都係凍結咗係160萬係同呢一個嘅計劃係有關嘅金錢嘅港幣。嗱，為咗方便大家咧，就去了解多啲清楚我哋呢一個嘅行動嘅一啲嘅背景啦，同埋咧呢個團伙嘅運作咧，所以咧我喺度咧就準備咗一個嘅時序，係關於成個嘅佢哋關於個計劃嘅。嗱，其實喺3月，即係話喺2020年嘅3月嘅時候咧，有一位嘅被捕人士啦，亦都係呢一個嘅運動嘅呢個計劃嘅倡議者咧，就提出咗咧係利用咗35+。咩叫35+咧？就係話喺2020年嘅一個立法會選舉入邊咧，係取多個35席以上咧，就有機會咧就係話能夠可以令到香港咧係癱瘓。嗱，喺3月嘅時候咧，佢嗰個嘅計劃咧係比較鬆散嘅，係未有啲乜嘢好大具體嘅講法嘅。嗱，直至到4月嘅時候咧，佢開始咧係提出一啲比較具體嘅方案嘅嚇。佢有個代號係叫做咧攬炒10部曲。嗱，唔好理個名係乜嘢，我有2點嘅時候咧，我係想特別咧向大家咧係提出嘅。第一點，佢話係要配合一啲策略嘅投票咧，係令到喺個選舉入邊個團伙咧係能夠得到35席或以上。而第2點嘅話咧，佢亦都話咧係如果啲人係當選咗之後咧，入到立法會咧，就會透過2次否決財政預算案，而迫使特首咧係辭職，從而咧係令到成個特區政府咧係停擺，不能運作。